第12课，耶稣赶出殿内买卖的人。礼拜日，耶稣骑驴仔入耶路撒冷。这暗，耶稣伫伯大尼住眠。拜日，耶稣过去耶路撒冷。这日就是耶稣带伫世间上路过礼拜的拜日。耶稣的学生唔知影，这日就是耶稣要未死以前的上路过的拜日。学生唔知影这礼拜的中间要发生什么代志，因唔知影耶稣要死。耶稣的学生彼得永远袂记得这礼拜的代志。彼得会记得昨昏耶稣骑驴仔对耶利哥到耶路撒冷。彼得捌看见耶稣行真侪神迹，总是这礼拜的拜日，彼得看耶稣甲以前无共款。耶稣入圣殿。伫遐，伊有看人买卖牛羊，以及真侪物件。人在遐做生意，卖牛的人卖了伤贵，卖羊的人也卖了伤贵，卖别项物件的人也是卖了真贵。耶稣想讲，这个代志就好，遐的人亲像贼仔。耶稣用锁仔做比赶出买卖的人。耶稣讲因是亲像贼仔偷摕人的钱。耶稣用笔赶出牛，伊用笔赶出羊，伊都用笔赶出啥个人。耶稣拢共人赶出去。耶稣互圣殿无做买卖的厝。耶稣讲，圣殿是基督的厝。犹太的祭司头真生气，牛羊甲以外你是因的。耶稣叫因贼仔，因爱太耶稣，总是因定真人。真人爱耶稣做因的王，